若主神难忘旧情，本尊不介意再放纵一次。谁还想你啊？只不过本主神戴习惯了，不戴我这手腕轻得慌。姑姑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缘起可是为姑姑好好办事了呢。我刚才看见三伯溜出青池宫了。他这万年来不喜出去玩乐，亦无交友。定有猫腻。姑姑现在出去还能追得上？回来啊，我就带你去南海城吃馄饨。有娘亲的感觉真好呀。他俩不是很少来往吗？天启怎么把古地剑给白绝了？找个机会，将神界开启吧。上古已经起疑心了，我担心再这么下去，他会想起和你之前的过往。我会看严景昭，不会再让他多言。若上古再来，你只管冷脸便是；若还是无用，再实现婚招。婚招？到底说什么呢？听不清啊。你在做什么？本尊若是没记错的话，已经同你说过，没事不要再来苍穹之界。我的古地剑呢？我怎么感受不到它的气息？这就是你来我房间的借口。刚才我都瞧见了，你和天启是在谋划什么吧？若还是无用，再实现婚招。你我的缘分早在6万年前已尽，这般纠缠，我很为难。当年与玄一大战的时候，我已经死过一回，所以，我同你说过，我想换个活法，也绝非戏言。若主神难忘旧情，本尊不介意再放纵一次。白绝，你怎么现在如此令人作呕？你觉得恶心，可那些女君都很喜欢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你和天启定有事瞒着我，我会查清楚的。